大家好，我係三一街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一出電影係近期我覺得真係唔錯嘅電影啊，就叫做《罪人們》。其實我最初係冇打算入戲院睇嘅，睇個戲名又唔知佢講乜，睇埋 trailer 又覺得唔吸引。我覺得個 trailer 係剪得好差，佢冇辦法令我有呢個興趣入去睇。咁但係你又睇到好多資訊啊，話北美嗰邊口碑好勁啊，票房好勁啊。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又聽到喺台灣上映，台灣觀眾好似唔受落喎，講黑人喎，黑人俾白人欺壓喎，又係嗰啲朋友仔唔興㗎啦嘛。咁但係我又再深入少少去理解出電影之後呢，又發覺可能啱我口味，所以我就決定入院觀察。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如果想支持我嘅頻道嘅話，好簡單，喺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，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。呢個係其中一個推動我最大嘅理由去睇出戲，咁但係我仍然係唔係好想睇咧，唔中意出戲，你夾硬為咗規格而規格睇，我不如等碟出。咁但係我慶幸我有入場睇嘅，不過點都要同大家講下規格先嘅。咩叫真 IMAX 呢？第一件事 IMAX 係俾到一個 1.43 嘅畫幅俾你，香港冇一間戲院俾到 1.43 畫幅俾你，香港俾嘅睇全上 IMAX 撐爆個 screen 咧係 1.9:1嘅，即係有裁切嘅。如果你想一睹呢出電影原汁原味睇全上 1.43 IMAX 畫幅嘅話咧，基本上你揾到間 IMAX GT 戲院又做呢出戲就搞掂噶啦。仲有一個超級終極 IMAX 版本嘅，即係得3個國家某啲 IMAX 戲院至有嘅啫。咁如果你想知道咩叫做咩極致版呢？以前節目講過嘅，有興趣嘅話，睇完今集節目再去翻睇條片呢。最高規格，佢拍攝器材係用 IMAX 菲林嘅攝影機，同其他掛咗 IMAX 認證嘅機，但係嗰啲機咧就唔係菲林嚟嘅，嗰啲係其他廠商出嘅數碼機。嗱，當然如果你真係好愛 IMAX 嘅，你會覺得呢啲唔係真嘅 IMAX 啦，因為佢唔係用菲林啊。IMAX 起家就係佢嘅菲林，個菲林你可以想象就係你嘅 camera 入邊嘅 sensor。咁係人都知道，你買個單反無反個 sensor 一定大過你手機嗰個一隻手指甲咁大嘅 sensor， 係咪 ？sensor 越大就係黃度。IMAX 就有呢個優勢，個菲林底片好大，即係個畫質好高，理論值係 18K 可以去到。你試諗下10零 K 嘅 resolution， 將佢數碼化之後，因為我哋而家入去大部分 IMAX 都係 digital 放映嘅，嗰個係 4K 嘅啫，咁咪少咗，係啊，少咗㗎啦。downscale 咗啊 downgrade 咗啊。不過最重點就係佢個 master 靚啊嘛，真係中意 IMAX 嘅人就應該係知道點解呢出戲咁重要。呢出戲係破天荒用咗2隻唔同嘅菲林，第一隻就頭先講 IMAX 嘅菲林啦，另外一隻菲林就係用咗 Ultra Panavision， 有25分鐘左右或者多少少咧係用緊 IMAX Full IMAX 嘅 1.43 畫幅，其餘時間就係闊銀幕。最後決定入香港戲院睇，就係因為佢用 film 拍攝，雖然係睇少咗啲嘅，咁但係個總靚啊嘛，我係好滿意出戲。而其中滿意一個重點唔係因為技術，其實我好怕我介紹出戲，大家我係聽完呢度就走咗入去睇，唔好啊！因為套戲我最初唔想入去睇，就係因為我覺得個題材對我嚟講唔吸引，但係幸好我最後去睇，而我當中我係做咗少少功課。我希望今集節目通過我嘅分享令你最後決定入場睇的話呢，睇得更加投入。我跟住落嚟呢，我個人認為絕對唔係劇透嘅。如果你本身係已經打算入場睇出戲，亦唔想再多其他額外資訊令你更加了解出戲呢，咁可以睇完戲之後呢，再翻嚟睇翻呢條片。如果你冇打算睇或者15、16好似我咁呢，試下聽下我講啊。我希望我能夠令你對呢出戲多少少深入嘅認識，睇嗰陣時咧會開心啲。我睇嗰陣時好開心，因為呢個導演曾經拍過，相信大家最知嘅啦，定係黑豹。佢將黑人嘅文化歷史呃咗入去。咁如果你都係中意呢出戲呢個咁嘅玩法，喺個類型裏邊加咗啲自己族群嘅意識形態落去啦，呢出戲我覺得係啱你胃口嘅。主場景成出戲入邊講嘅地方就係密西西比州嘅啫，美國南部或者有啲人叫 Deep South， 好深入嘅南部嚟嘅。
咁出戲入邊有兩個主人翁啦，主人翁係孖生兄弟，幾得意噶，記住呢個設定。咁孖生兄弟係一個演員去分析兩個，咁又係一個幾玩味嘅設計。咁講呢兩兄弟咧，係曾經參與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嘅。咁打完仗翻去自己嘅家鄉咧，喺南部州份咧都受到黑人係受到唔係幾好嘅對待嘅，受到白人嘅欺壓嘅。3K 黨喺呢啲州份裏邊咧好活躍嘅，專殺黑人嘅。再加上南方經濟唔係咁好啊，咁所以好多南方接收嘅州份嗰啲黑人咧都會北上啊，唔係消費啊，係大遷徙去北面。其中 Mississippi 咧有好多黑人選擇就北上去咗芝加哥，因為芝加哥相對冇咁歧視黑人。咁呢兩兄弟咧就走咗上去，記唔記得佢哋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嘅人？第一次世界大戰佢哋有受到軍訓，有好 discipline。嗱，啲黑幫係中意請呢啲人嘅，請佢哋做殺手啊或者保鏢。咁佢哋係投教當時一個鼎鼎大名嘅黑幫叫做卡幫。嗱，可能你仍然唔知乜，唔緊要嘅。我想講嘅就係卡幫主好勁啦，呢個大毒梟。你當香港嘅跛豪，你留意翻，你有冇睇過一出戲叫做 Untouchable？ 睇翻呢出戲或者你諗翻呢出戲，呢出戲絕對係呢個 matching 嘅時代背景，大家都係1930年。美國經濟大蕭條，我哋而家現今世代極有可能進入另一次經濟大蕭條。呢出戲嘅出現係咪一個預言呢？我唔知道。另外，美國係禁酒嘅，呢個大環境我哋知道咗。佢哋呢兩兄弟就偷咗筆錢，偷咗黑社會大佬啲錢，翻嚟家鄉密西西比州度，諗住開一間夜店咯。我叫嗱，呢度入邊佢唔係叫夜店嘅，佢有個名叫做 Juke Joint， 係一笪令人好開心嘅地方啊，令到啲黑人啊，因為受到好多壓抑啊，喺嗰度可以發泄啊、唱歌啊、跳舞啊、飲酒禁緊酒喎，即係感覺上嗰件事咧好地下 feel 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亦有3K 黨喺度活躍，咁3K 黨係對你呢班人就梗係虎視眈眈，想殺死晒你哋啦。呢出戲係講一個夜店入邊最重要就係唱歌。講緊嘅係一個黑人嘅文化，講緊嘅係藍調。我哋要知道藍調個發源地咧係喺 Mississippi 嘅，仲喺 Mississippi Delta 呢個位置，反映出當時啲黑人社群係喺奴隸制度啊，甚至講緊1930年可能大蕭條啊，主要都係講緊佢哋受到種族壓迫下嗰啲痛苦掙扎，希望用呢個音樂去令佢哋釋懷啦。特別要提一提一個傳奇人物叫做 Robert Johnson。就話說咧，佢音樂才華係同魔鬼交換嘅。套戲唔係咁樣講嘅，但係套戲我相信入邊有個人物，即係唱藍調嗰個好勁嘅人物，係我哋孖生兄弟主角嘅表弟，叫 Sammy。我相信呢個 Johnson 就係佢嘅原型人物嘅。套戲入邊唔係講佢同魔鬼交換翻嚟嘅呢個才華，套戲係講佢本身好有才華。呢啲才華咧，哇！你話啲歌聲咧會令到吸引到好多魔鬼嘅。呢個係邊個講咧？就係呢個 Sammy 嘅老豆講嘅。呢度好好玩啊 ！Sammy 嘅老豆係 church 人嚟嘅，係一個牧師嚟嘅。呢度玩咗一個好特別嘅張力嘅，呢度我又係好中意呢度玩法。老豆係反對緊佢個仔去唱呢啲音樂，佢認為呢啲音樂好邪派啊。套戲入邊好多人都叫呢個做傳道仔，佢係傳道，傳道就係好 religion 好宗教。個傳統教會咧話佢係魔鬼，係兩個對立面或者鏡像寓意喎。咁教會係某個程度上係佢哋嘅保護傘啊，得到心裏邊有釋懷嘅地方，或者得到 hope 希望嘅地方。如果你再上深一層呢笪夜店或者夜總會唱歌跳舞嘅地方，佢嘅作用同教會係一模一樣嘅喎，基本上。咁所以教會唔中意佢係正常嘅喎，係因為你同佢搶緊一班信眾喎。喺套戲入邊，華人嘅角色或者 Asian 嘅角色你都可以有咩聯想咧？你自己諗啦。呢個 Vampire 係咩人嚟嘅咧？大家要留意下喎。佢係嚟自愛爾蘭嘅，導演亦有意無意，其實應該係有意嘅，係希望借過呢個角色，佢都係被欺壓嘅角色，放咗嚟呢套電影裏邊。當然佢嘅欺壓係俾大英帝國欺壓，呢度講緊嘅黑人嘅處境就係俾白人欺壓。第一場唱歌有跳舞，呢場我覺得係近期睇過咁多出戲咧最賞心奪目嘅一次，包括用嘅 IMAX 技術上邊及 IMAX 戲院嘅音效，
嗱，我睇過好多次，特別香港 IMAX，但係啲聲硬係唔係幾啱我胃口。今次唔知點解，我喺 iSquare IMAX 睇，由開頭啊就係睇 Brad Pitt F1 嗰個吹啦，我已經覺得咦係咪今次啲位坐得特別好咧？但係冇理由啊！我上次睇 Tom Cruise 嗰出都係睇 I 行，我今次係 I 行啊！你哋唔好搶我搶啊！唔單止 IMAX 畫質好啦，同埋頭先我講 aspect ratio 係會有一個變化嘅。呢一幕唱歌就係有一個變化。我哋嘅傳道仔阿 Sammy 喚起咗好多以前老祖宗嘅一啲靈魂走晒出嚟嘅。個場面設計好，剪接好，聲效設計好，而導演亦係花咗好多心機落去 IMAX 嗰個版本。Dolby Cinema 個版本或者 Dolby Atmos 個版本，我相信佢都花咗心機，但係佢應該主戰場係落喺 IMAX 度嘅。佢啲聲效有好多人嘅喧嘩聲咧，係佈滿周圍嘅。個定位係我近期喺 IMAX 度聽過最好嘅。上一次就係 Mickey 17，佢玩吸血僵屍，我中意嘅。佢同魔鬼一樣，佢會嚟問我入嚟得唔得？你接受佢，你話俾佢入嚟咧，咁你就死啦。咁即係你同佢 make 咗個 deal。類似咁嘅 concept， 其實最近咧 Mission Impossible 最近嗰集 Tom Cruise 佢要走入嗰個鐵箱入邊，好似棺材嗰個咧，同 Entity 個母體有一個 conversation 對話嘅。嗰幕戲你留意下，佢叫 Tom Cruise accept 佢，Tom Cruise 應該係冇 accept 過啦。呢度好似玩緊一個 Entity 係一個魔鬼。而套戲亦曾經用 anti-god 去形容呢個 entity 嘅，而 Tom Cruise 係你叫引誘佢又好，叫 Tom Cruise 你接受我啦，接受我啦。其實呢個係翻去你接受我，即係你接受主耶穌，你應承我你要決志噶嘛。你接受魔鬼一樣係有類似嘅 mechanism 嘅，佢有個。而呢度當然講緊嘅代表 vampire 唔係真係 vampire 啦，講緊嘅應該都係講緊白人嘅文化入侵，而佢哋好似想堅守住自己呢個族群一啲嘅理念啊、文化特徵。你亦可以理解成藍調係我哋嘅好嘢，即係黑人嚟講，我哋嘅好嘢，我哋嘅歌曲。而呢個魔鬼或者 vampire 走嚟就係想換取去攞咗呢啲黑人嘅 talent 據為己有。美國同加拿大最唔同嘅就係美國係一個文化嘅熔爐，一個 melting pot。加拿大係標榜 multicultural 多種族共融，嚟到美國唔係共融，係真係融化咗你，將你嘅文化據為己有。呢套戲講緊一個守衛自己個文化，可以將呢個解讀你放翻去黑豹一樣 work 嘅。你睇下黑豹最初佢哋成日都要隱形噶嘛，佢哋個 city，總之唔可以俾人發現㗎。我哋好強啊，係咪有啲似鄧小平？我哋要韜光養晦啊，唔可以話俾人聽咁勁啊！我哋唔勁㗎，即係我哋好弱雞啊！有啲似你將呢個套路放翻落嚟，我哋好勁就係嗰個 blues 咯，嗰個藍調咯。我哋唔想俾人知，或者唔想俾佢進入，咁所以以 vampire 為首，其實亦可以代表一個白人帝國嘅入侵。希望通過今集節目，大家知道《罪人們》係今年極有可能係唯一一部真真正正嘅 IMAX 電影之餘呢，亦理解到呢出電影背後想講啲咩俾我哋聽呢？個時代係點樣呢？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三一街，想支持我嘅話真係超級簡單，只喺下邊 comment like share， 仲可以課金添。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。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大家，拜拜。